喺香港生活，除咗供樓供車，最驚嘅可能就係病。雖然話我哋有公立醫院醫管局撐住，但係如果你係長期病患者，或者屋企有老有嫩，又要睇專科，又要照超聲波，又要攞藥，嗰啲手術費、住院費同埋藥費雜費加埋，其實都幾拿手。好多朋友問我，其實政府係咪有個叫公營醫療費用減免機制？係，但係好多人一睇到份表格就頭都大埋。到底一家大細一齊申請要點填？我啲電子錢包好似八達通、PayMe 入面啲錢使唔使申報？最緊要係而家好多老人家買咗年金，嗰啲年金到底算唔算資產？今日我就同大家詳細拆解呢個醫療減免申請嘅全攻略，保證你聽完之後唔使再行冤枉路，攞足你應得嘅福利。講到醫療減免，首先大家要搞清楚一個概念，就係香港嘅醫療收費減免其實分咗兩大類。第一類係自動豁免，即係你唔使填表，系統自動知你唔使俾錢。第二類就係非綜援受助人嘅申請，呢部分先係最複雜、最多人填錯嘅地方。如果你係領取緊綜援嘅人士，通常你攞住張綜援受助人醫療費用豁免證明書，或者醫管局系統入面已經有記錄，你睇症嘅時候出示身份證，佢哋就知你符合資格。但係如果你唔係綜援戶，而係所謂嘅低收入家庭或者長者，咁你就一定要主動遞交申請。大家最關心嘅第一個問題，咩人係唔使申請，自動有豁免嘅呢？除咗頭先講嘅綜援受助人之外，其實仲有一類人係好容易被忽視嘅，就係領取長者生活津貼入面嗰啲高額長生津嘅長者。如果你係75歲或以上，而你又係領取緊高額長者生活津貼嘅話，其實醫管局嘅系統通常已經同社會福利署連埋咗，你喺公立醫院或者診所登記嘅時候，佢哋已經可以查到你嘅豁免資格。不過呢度有個陷阱，就係如果你的資料喺系統未更新，或者你是新申請長生津嘅，最好都係攞住封社署發出嘅核准通知書去醫務社會工作部行一趟，確保個名入咗系統，咁就萬無一失。好啦，入正題，講下我哋普通家庭點樣填呢份表。醫療減免係以住戶為單位嘅。咩叫住戶？好多人以為一定要係同一個戶籍，其實唔係。喺醫療減免嘅定義入面，住戶通常指一齊居住而且有經濟聯繫嘅人。例如你同父母、配偶、仔女一齊住，咁你哋就係一個住戶。填表嘅時候，最難嘅部分就係經濟評估。你要申報全家人喺過去3個月嘅平均收入，同埋申請當日嘅資產總值。呢度就涉及大家問得最多嘅問題，電子錢包點計？喺2026年初嘅今日，大家手機入面點都有幾個電子錢包，好似支付寶香港、微信支付、PayMe，甚至八達通。我要好認真咁同大家講，根據醫管局同社署嘅指引，呢啲電子錢包入面嘅餘額係全部都要申報嘅。好多人以為我 PayMe 入面得幾百蚊，唔使講啦啩？唔好意思，如果你唔申報，被抽查到嘅話，可能會被視為提供虛假資料，後果可以好嚴重。你要做嘅係喺申請當日，將你所有電子錢包嘅餘額畫面影張相 screenshot，然後列印出嚟作為資產證明。包括埋八達通，如果你將八達通有自動增值，或者入面有幾千蚊餘額，都要如實申報。講到資產，一定要講埋年金。呢幾年政府大力推廣香港年金，好多長者都將一嚿退休金放咗入去，每個月攞返幾千蚊出嚟。咁問題嚟啦，年金嘅本金算唔算資產？年金嘅月供款又算唔算收入？呢個位大家要聽清楚。根據現行嘅醫療減免指引，如果你買嘅係合資格嘅年金計劃，你已經投入咗去計劃入面嘅本金，通常係唔會計入資產嘅，因為嗰筆錢你已經唔可以隨便攞返出嚟。但係你每個月攞到嘅嗰筆年金收入，就會被視為你嘅每月收入。呢個設計其實對長者好有利，因為如果你有100萬現金，你嘅資產一定超標。但如果你將呢100萬買咗年金，你嘅資產就會即刻變咗零，因為本金唔計，
只要你每個月嘅年金收入加埋其他入息唔超過限額，你就好大機會符合減免資格。大家填表嘅時候，仲有一樣嘢好容易漏，就係強積金或者公積金。如果你仲未退休，你強積金戶口入面嘅錢係唔使計入資產嘅。但係如果你已經到咗65歲，或者你因為特定理由已經提早攞返筆強積金，咁呢筆錢就會變成你嘅現金資產。另外，如果你屋企有自住物業，呢個自住物業係唔計入資產嘅。但係如果你好幸運，除咗自住之外，仲有一間屋收租，咁嗰間屋嘅市值同埋租金收入就通通都要申報。申請醫療減免嘅時候，好多人會問，我係幫我老豆申請，佢而家住喺院舍，我使唔使計埋我同我老婆嘅收入？呢個就係分開居住嘅個案。如果長者已經入住咗安老院舍，通常可以視為一個獨立嘅住戶去申請。咁樣嘅話，仔女嘅收入同資產就唔會直接計入個評估入面，長者獲批減免嘅機會就會高好多。填表嘅流程大概係咁樣，首先你要去公立醫院嘅醫務社會工作部或者各區嘅社會福利署辦事處攞表，而家網上都有得下載。填完表之後，你要準備一大堆證明文件，最基本嘅係身份證副本，然後係過去3個月嘅銀行存摺或者月結單。記住，係所有戶口，包括埋嗰啲好耐冇用，入面得幾蚊嘅戶口。如果你有定期存款、股票、債券、保險計劃有現金價值嗰種，都要一併交埋證明。入息方面，如果你係打工仔，就要交薪金證明，最好係公司出嘅證明書或者稅單。如果你係散工或者自僱人士，冇糧單點算？咁你就要自己寫一份入息聲明書，寫清楚你過去3個月每個月賺幾多錢。呢度有個小貼士，如果你的收入好唔穩定，例如呢個月1萬蚊，下個月3000蚊，醫管局通常會攞你3個月嘅平均值嚟計。咁醫療減免嘅有效期係幾耐呢？呢個都好重要。通常一次申請獲批之後，有效期係由6個月到12個月不等，視乎你嘅經濟狀況係咪穩定。如果你係長期病患者，醫務社工可能會俾一個較長嘅期限你。但係大家要記住，喺有效期之內，如果你嘅經濟狀況有咗好大嘅轉變，例如突然中咗彩票，或者屋企人揾到份好高人工嘅工，你係有責任主動申報返嘅。除咗全額減免，其實仲有一種叫部分減免。有啲家庭可能收入或者資產啱啱好過咗少少界線，醫管局唔會完全唔幫你，佢哋可能會批一個百分比嘅減免，例如幫你俾70%費用，你自己負擔剩低個30%。呢種做法對一啲要長期用昂貴藥物嘅家庭嚟講，簡直係救命草。講到昂貴藥物，大家一定要認識埋撒瑪利亞基金同埋關愛基金醫療援助項目。有啲藥醫管局係唔包嘅，或者係屬於自費藥物。如果你患嘅係一啲罕見病或者癌症，藥費每個月可能要幾萬蚊。醫療費用減免機制本身係唔包呢啲藥費嘅，你要另外申請呢2個基金。呢啲基金嘅評估過程會更加嚴格，但係道理同醫療減免差唔多，都係睇你個住戶嘅可動用財務資源。大家申請嘅時候，可能會遇到一啲好特殊嘅情況，例如如果你同屋企人關係好差，雖然住埋一齊，但係完全經濟獨立，各行各路，咁點計？呢種情況你一定要如實同醫務社工講。雖然程序上好麻煩，可能要寫好多聲明書，但係社工有權力根據你嘅實際生活狀況去做酌情處理。香港嘅制度雖然死板，但係醫務社工嘅存在就係為咗喺呢啲灰色地帶幫大家。仲有一點，好多人問我，如果我申請緊醫療減免，會唔會影響我申請其他福利，例如公屋或者傷殘津貼？答案係唔會。呢啲福利嘅評估係分開嘅，雖然大家都會睇你嘅入息資產，但係互相之間冇直接衝突。反而如果你攞到醫療減免，有時可以作為一個證明，證明你係經濟上有困難嘅人士，對於申請其他一啲民間機構嘅援助反而有幫助。最後，
我想提醒大家，申請醫療減免唔係一種類似攞福利嘅醜事，呢個係香港醫療制度入面一個好重要嘅安全網。公立醫院嘅設立目的就係要確保無人會因為經濟原因而得唔到適當嘅醫療。所以，如果你真係覺得醫療開支對你嘅生活造成咗壓力，無論你係60歲嘅退休人士，定係要照顧幾個細路嘅單親阿媽，都請你大膽啲去揾醫務社工傾下。填表嘅時候，細心係最緊要。2026年初呢段時間，政府對審核呢啲津貼其實係嚴咗，特別係針對電子錢包同埋海外資產。如果你喺內地或者海外有物業或者有銀行戶口，千祈唔好心存僥倖諗住唔報。而家大數據時代，好多資訊係互通嘅，你只要誠實申報，就算資產超標少少，社工都可能會教你點樣處理，或者建議你申請其他更合適嘅援助。總結一下今日講嘅重點：第一，高額長生津受助人年滿75歲通常自動豁免，但最好去醫院確認一下。第二，醫療減免以住戶為單位，一齊住又有經濟聯繫就要一齊計。第三，電子錢包入面每1蚊都要申報，影低個畫面做證。第四，年金本金通常唔計資產，但月領金額計入息。第五，自住物業豁免，但投資物業要計足。希望呢篇口播稿可以幫到大家清清楚楚咁去處理醫療減免嘅申請。如果你身邊有朋友成日要去醫院，或者屋企老人家最近要動手術，記得將呢啲資訊分享俾佢哋。健健康康固然重要，但係喺病緊嘅時候，如果可以少一份經濟負擔，對康復絕對有莫大幫助。如果你仲有啲咩關於填表或者特定資產點樣計嘅問題，最好嘅方法係親自去一趟醫院嘅醫務社會工作部，佢哋嗰度有專人解答，而且係完全免費嘅。記住，資料準備得越足，審批嘅時間就越快，你自己亦都唔使咁煩。頭先提到嘅日期或者歲數，大家要記清楚。例如，如果你係喺2026年的3月份申請，你就要準備2025年12月、2026年1月同埋2026年2月呢3個月嘅入息證明。呢啲時間點嘅計算係直接影響你個申請過唔過到關嘅關鍵。仲有，如果你屋企有細路仔讀緊書，雖然佢哋冇收入，但係都要將佢哋列入住戶成員入面，因為咁樣會拉低你全家人嘅平均人均收入，增加批核機會。好多人問過我，如果我本身有買商業醫療保險，咁仲申唔申報到醫療減免？答案係可以。醫管局唔會因為你有買私人保險就唔批減免俾你。不過，如果你因為嗰次住院或者手術已經喺保險公司嗰度攞咗賠償，咁呢筆賠償金喺你收到嗰一刻開始就會變成你嘅資產。如果你喺申請期內收到保險賠償，就要留意會唔會令你嘅資產總值突然爆咗標。喺香港呢個咁快節奏嘅地方，好多嘢我哋都係求快，但係申請醫療減免呢件事真係求準唔求快。寧願花多1-2日時間，執齊晒所有銀行簿仔，執齊晒所有 PayMe、支付寶嘅記錄，都好過你遞咗表之後，被社工叫你補呢樣補嗰樣，一來一回分分鐘浪費多幾個禮拜時間。而且，如果你第一次申請就俾到人一個資料齊全、誠實可靠嘅印象，往後你續期嘅時候，個過程通常會順暢好多。最後嘅最後，我想講多一句。好多老人家好硬頸，覺得自己仲有少少棺材頭，唔想去申請呢啲減免，驚俾仔女知或者驚俾人睇唔起。作為仔女嘅，可以試下同佢哋咁樣講，呢啲錢係我哋納稅人交咗嘅，目的就係要喺有需要嘅時候互相扶持。今日你用咗呢個減免，係因為你年輕嘅時候為社會貢獻過，而家係社會回饋你。咁樣講，老人家通常會容易接受好多。大家申請醫療減免嘅時候，如果遇到一啲好刁鑽嘅表格問題，例如非經常性收入點填，其實可以喺表格嘅備註欄寫清楚。例如你嗰個月突然收咗一筆親戚俾嘅白金，或者係一次性嘅遣散費，
你寫清楚呢啲唔係每個月都有嘅入息，社工喺審評嘅時候係會考慮呢啲因素嘅。講咗咁耐，希望呢啲資訊可以成為大家嘅及時雨。雖然醫療減免嘅字眼好多好複雜，但只要掌握咗個核心邏輯，即係如實申報、家庭為本、釐清資產入息，其實件事並唔係想象中咁難。祝大家身體健康，就算真係要睇醫生，都可以喺經濟上少一份憂慮。你會發現，原來只要肯花少少時間去了解呢啲權益，你喺香港呢個醫療體系入面，其實可以得到好多支持。如果你對電子錢包申報仲有疑問，我再補充一個細節。好多人用電子錢包係為咗攞政府嘅消費券，或者做一啲小額找續。醫管局嘅審核人員其實都好人性化，佢哋主要係睇你有冇大額資金隱瞞。所以如果你個 PayMe 入面得幾十蚊，你照樣 screenshot 俾佢就得，佢哋唔會因為你呢幾十蚊而難為你。最緊要係個態度，係我有幾多就報幾多，呢種透明度係獲批嘅最快途徑。仲有，如果你的家人中有人是長期臥床，無法親自去申請，你可以作為代理人代為辦理。你只需要攞住佢哋嘅委託書，或者由社工證明佢哋嘅身體狀況唔適合親自辦理，同埋帶齊你哋全家人嘅證明文件去就得。唔好因為行動不便就放棄申請，因為呢啲家庭往往係最需要醫療費用減免嘅。